成立伫民国97年的台南市大湖将军善德会，长期关怀弱势，除了固定伫每个月10号发送便当给有需要民众，也提供急难救助服务。今年国历7月2号，拄好是大湖将军的圣诞，善德会特别盛大举办平安福宴，邀请会员以及弱势朋友食到。我每个月初10，拢有咧做这爱心便当。今年就是特别这个大湖将军生日圣诞千秋提早，阮7月初日特别办这个活动。我希望这有会当得到更较多的关怀。咱即马换咱陈理事长咧做吼，咱善德会搁愈较健全。顾问团搁愈较好，会当搁帮助愈较侪人。你也像今仔日，伊就特别搁推荐办25块的，互游民、韩式游民来食。另外搁这样搁包200块关怀金互因，迄完完全全拢是用着咱花莲遐顾问陈理事长伊的亲友有诶无诶来公家来出来，一滴善款拢无去开着。他们长期也赞助永华国小跟日新国小的奖助学金在弱势学生的照顾这一块真的很用心哦。善德会帮助弱势付出，也得到社会上真侪民众的认同，一同加入善德会会员行列。市长杨伟霆、立委林俊宪以及侪议员也拢到场赞声，表达肯定。大湖将军善德会圣诞千秋的大日子，咱这个。善德会嘛会使讲是今年最盛大的主餐，就亲像咱拄只陈理事长所讲的，这130道绝对不是轻轻巧巧就办得起来。莫讲你办袂起来，我办嘛办袂起来当然是一定爱大家共同努力，今仔有这个倒声，这个努力一定是善德会过去所做的成绩单，得到社会各界认同。结合着咱本来是对宗教的信仰，咱个转化做对社会弱势的关怀，咱咧一步一步，一年一年，咱的会嘛愈来愈侪人加入，结合着愈大力量，互咱会当做愈侪代志。善德会目前的会员大约400人左右，全部拢是认同其照顾弱势理念的朋友。善德会也欢迎认同因服务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大湖将军善德会行列。记者张淑维采访报道。